領袖達賴喇嘛，加上美國決定對台售武，中美關係緊張。不過，美軍航空母艦尼米茲號戰鬥群就獲准訪港4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就話係按正常嘅程序審批。尼米茲號為首嘅戰鬥群，連同其餘4艘戰艦，包括配備神盾作戰系統嘅巡洋艦同埋驅逐艦，停泊喺青衣西草灣對開海面。排水量近10萬噸、船身長300幾米嘅尼米茲號係美國海軍最大嘅核動力航空母艦。1975年開始服役，艦上有60幾部嘅戰機，可以喺4條跑道同時升降。尼米茲號上面一共有6款唔同嘅戰鬥機㗎，好似呢一款咁，60年代就開始用㗎啦，所以去埋今次嘅任務就會退役。對於中美關係緊張，中方依然批准去到香港。尼米茲號嘅艦長話好開心，強調美方願意繼續同中國合作。There's a lot of areas where nations that don't always agree on a variety of issues. Any place that we can go where we find other navies that are also interested in enhancing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that's an opportunity for cooperation, and that's really what I'm talking about. And China could be a part of that. Any nation could be a part of that. 成個戰鬥群有5000幾個官兵，啱啱完成5個月嘅任務。訪港嘅目的係俾船員休息同埋買嘢。有船員喺香港移民，會趁機會同親人拜年。基本上而家係翻屋企拜年先啦，見阿公阿婆，因為佢哋都年紀大啦嘛，好耐又冇翻過去見佢，都要諗住睇食餐飯、影幅相咁樣。官兵亦都會安排去到大嶼山、澳門，甚至係深圳同埋廣州旅遊。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導。有時事評論員就認為，今次美軍獲准訪港，甚至係俾美軍去到內地嘅遊覽，咁反映中美關係仍然以穩定為大嘅方向。中美近期處於緊張關係，早前美國決定對台售武，北京宣布兩軍暫停交流。咁中國連續2個月拋售美國國債，間接增加咗美國嘅借貸成本。咁而家最大債權國已經被日本取代。咁但係中方仍然批准尼米茲號訪港。有分析話反映咗中方明白，即使雙方關係緊張，都應該以穩定為大方向。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大家都唔會話抹面嘅。過去嘅做法，美國軍艦訪港呢，就係美軍多數都喺香港呢係消費嘅。而家呢一次安排如果進入去深圳嘅地方呢，呢個做法過去都比較少有嘅。咁所以亦都顯示咗咧，中國對美國嗰個姿態咧，唔係話一刀切，係完全割絕嘅。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就話係按照正常嘅程序審批，同意美方嘅訪港申請。解放軍駐港部隊就話，美軍艦隊今次嚟香港係嚟做補給，咁所以唔會安排雙方作軍事交流。對上一次美國航空母艦訪港係喺舊年嘅10月底，喬治華盛頓號停泊香港。不過喺07年，美國計劃協助台灣升級導彈系統，以及當時嘅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會見達賴喇嘛。美國航空母艦小鷹號訪港被拒，之後美方驅逐艦申請新年訪港，亦都被拒。無線電視記者林子豪報道。而達賴喇嘛而家就係去緊美國㗎，佢會喺本港時間聽晚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見面。達賴嘅特使相信奧巴馬唔會同達賴一齊露面。達賴清早離開印度新德里嘅酒店去機場。達賴將會喺美國時間星期4朝喺華盛頓白宮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見面。達賴嘅特使甲日洛迪話：相信奧巴馬唔會同達賴一齊露面。白宮發言人就話唔清楚奧巴馬同達賴會唔會公開露面。達賴去年11月喺美國嗰陣，奧巴馬並冇同佢見面，相信同奧巴馬當時即將訪華